幕西沉，眼前看似一片杂草，空气中弥漫清清淡淡的香气。刘昌坤要我们别小看香茅，曾经是块瑰宝。以前是我们的香茅精油是卖到日本，这个东西是很好的东西，很少人知道。台湾香茅油曾经占全球70%的产量，世界第一的光景已是半世纪前的过往。日据时代，日本人引进台湾，苗栗和南投国姓这里，农民都有过1桶香茅油换1栋豪宅的风光。就我们1桶200斤的香茅油啊，就可以换1栋豪宅。哦，好难想象哦。是农民那时候高经济的做很高经济。可以制作香水，甚至防霍乱的香茅油，等同于金子的价值，因而被称为绿金。却在化学香料问世之后，身价暴跌。台湾也直到921之后，才把几乎消失的产业找回。但是很辛苦的工作，像刚才在蒸馏的时候啊，如果天气很热的话，你看它水蒸气一直往上，人还是要往下一直塞，人还要去它给它扎死。香茅碰不了水，得自然日晒后再蒸馏。为了1锅香茅油，往往得等上4、5个钟头。所以这完全就是要靠人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这样一大桶啊，其实蒸馏时间你放了之后就是在等嘛。对，炉火要顾好。对。好，我给哎，还要多久？打紧它。其实通常要多久？通常要4个小时至5个小时。4、5个小时这么久，时时刻刻要盯着里面。对。香茅叶片炒干还能做成枕头，据说能治偏头痛。香茅草堆围床，更有寻回古早记忆的惬意。哦，好舒服的。国姓乡民近10年来以香茅为主题组成产业促进会，重新以观光和制品让消失的绿金燃起新生命。含愛結叫的，解嗨；含愛結叫的，解嗨。